大家好，欢迎回来飞史财经。今天咱们继续补上分享洪浩10月9号接受港媒采访的一段实在又犀利的判断。AA 股这波真不是小行情，外资低配，中资被迫加仓，同时黄金也在疯涨。这几个信号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市场在悄悄发生结构性变化，你敢不敢抓住？先说外资这件事儿，洪浩说了很关键的一点，现在很多外资的中资配置处于低位，他们要么主动不进，要么被动跟不上，但一旦指数上去，被动资金追涨，节奏会变得非常 vertical， 也就是说一旦开始就是快到你喘不过气的那种冲涨，说白了就是大家现在不敢进，未来市场可能会把你逼着进场，这就是所谓的被迫加仓逻辑，现实也在验证这点。截至最近，沪指仍在3800到3900点一带波动，资金在场内外来回试水，但总体流入迹象明显。再看外围，现在美股很多白马 AI 概念股估值已经很高了，整个市场越来越像少数龙头带动全盘的结构。洪浩提醒我们，估值高了随时容易出现大幅震荡，你买进去可能会赚，但要受得了那种上下颠簸的痛。而且最新消息大家也看到，美股在短期内对贸易和政策风险非常敏感，比如有关对华关税与地缘政治的消息就能把科技股打得很惨。10月初的动荡就证明了外部风险并没有消失。洪浩还提出一个很刺耳但非常关键的判断，当你看到股市涨，黄金也涨，这其实说明的是对传统信用货币纸币的怀疑在加深。换句话说，资金在博弈两件事，一方面追逐风险资产的赚钱效应，另一方面又在买黄金、买贵金属做保底，这种股市涨黄金也涨的局面，不是异常，而是结构性信号。事实是，黄金这波行情确实破了历史记录，黄金价已站上4000美元每盎司大关，并有机构把目标喊到更高，这种走法会改变资产配置的边界。所以大家要明白，当避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一起上行，说明市场在重估真正的錢的價值。環節啦，呢一節繼續同洪浩傾下嚟緊嗰個資產配置係點啦。咁啊，講到內地股市咧，今日就即係假期後翻嚟啦嚇，暫時嘅表現都唔係太差啦嚇，都叫靠穩嘅咁。咁啊上證仲要升幅擴大咗添，上到3900樓上啦嚇。咁啊，今年以嚟其實 A 股個表現都好突出啦。咁之前亦都有即係好多消息啊、數據都話啲資金其實翻去啲中資股身上啦，譬如有啲外資又增持翻阿里巴巴啊等等。洪浩覺得而家外資配置中資股同以往個水平去比較嘅話，嚟緊會唔會再增加呢？肯定會再增加。咁因為佢哋而家所有嘅主要嘅外資，佢都係低配中資股嚇。咁同埋咧，隨住中資股上升咧，就算你唔加都唔得㗎，因為你要跑輸㗎啦。咁所以你要焗住你加倉啊。咁到時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出現，即係如果你而家唔主動加倉嘅話，如果我哋出現一個被動加倉嘅情況下，因為呢個指數上升你要 catch up， 咁呢個我哋嘅升勢就會高 vertical， 即係就會加速㗎啦嚇。咁所以咧，我覺得無論佢而家加唔加好咯，我哋冇所謂嚇，因為我哋呢邊咧夠錢㗎，北水南下啦嚇，等等，其實我哋呢邊夠錢㗎。嗱不過即係之前啲數據都係話好似你咁講，被動資金就一定要加啦，但係其實主動資金都仍然係流出嘅。咁嚟緊會唔會有一個逆轉嘅情況？去到9月份就我哋見到係有流入㗎啦，即係9月份之前的確係流出嘅嚇。咁同埋咧9月份雖然流入咧，咁但係9月份嘅流入都係好細嘅啫，即係大家即係試下水咁啊嚇。咁所以呢個亦都講明咗咧，就即係不僅僅係我哋中國嘅投資者對於我哋嘅牛市而家將信將疑嚇，因為大家都覺得哇4年都未見過咁樣嘅情況嚇，突然間我哋去到就嚟2萬去到3萬點㗎啦嚇，好快嚇。咁我哋 A 股可能去4500點樓上㗎啦，咁好快㗎啦。咁其實咁樣嘅情況下嚇，咁大家都係仍然係將信將疑嘅，咁所以有大量嘅資金，無論係外資好定係內資好啦，其實佢都係喺呢個即係喺場外觀望緊嚇。咁呢個外資同埋我哋內資嘅
散戶咧係未有大規模入場嘅。好嗱，咁既然 A 股即係都相信會繼續做好啦，你覺得 A 股嗰個表現會唔會嚟緊都跑贏外圍股市啦？甚至你會唔會覺得第四季其實大家反而應該配置就係A 股或者中資股啦，多於外圍嘅一啲股？其實今年我哋中國已經跑贏咗㗎啦，尤其係香港香港指數啦，同埋我哋嘅內地嘅科創板同埋呢個創業板啦，其實都係領先全球㗎。譬如話咧，過去一年入邊咧，我哋科創50啦，佢係回報大概係190%。呢個好犀利嘅嚇，咁我哋嘅創業板亦都有80幾個%嘅嚇，咁所以好多人即係因為咧美國嗰邊的確好搶鏡嚇，成日就話我要投，而家一投就係1000億起㗎啦嚇，咁啊5000億都對唔起觀眾㗎啦，咁其實咁樣咁啊搞到咧佢哋估值其實好貴嘅，咁一般嚟講你估值貴嚇，你買入去雖然有得升，咁但係你要承受個風險同埋佢喺咁高嘅位置上邊嚇出現，雖然未到頂，但係出現一個大幅嘅波動嘅情況係好常見㗎。咁所以如果你有咁嘅勇氣去買呢個美國嘅所謂嘅科技股啦，咁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更加多睇下我哋中國呢邊嘅機會。嗱，你都講到話即係外圍個估值真係相對貴啦，所以近期其實大家都開始有一個討論，就係話會唔會特別美股啦，持續咁樣創新高啦，又靠個別一啲即係股份去推動啦，越嚟越似一個泡沫嘅情況，浩浩覺得係唔係咧？係啦嚇，咁你睇咗任何估值佢都好貴㗎啦。咁當然我哋今年年頭嘅時候更加貴嚇，因為咧呢啲公司佢嘅呢個 earnings 即係呢個盈利上升嘅速度係快於股價嘅上升嘅速度啊，咁所以咧反而係我哋而家平咗嘅，而唔係貴咗。咁所以的確係好貴嚇，咁同埋咧泡沫，我覺得貴，但係佢仍然未有全面泡沫化。佢雖然好貴嚇，咁全面泡沫化就係阿貓阿狗全部都升晒㗎啦。咁去到你睇住個市場嚇去。無懼呢個市盈率多高你都去買，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可能就係全面泡沫化。咁我哋而家離呢個全面泡沫化嘅呢個頂點咧，仲係有一段距離嘅。好啊。咁但係即係美股啦，又繼續咁樣創新高啦。A 股我哋又睇其實暫時個勢頭又好唔錯啦，錢又繼續流入中資股啦。但係同一時間即係風險資產好好啦。避險嘅黃金又繼續見到破緊頂啊，甚至乎今日有見銀價亦都破埋頂啦。浩浩點睇呢個現象咧？究竟係即係反映緊啲咩？係咪真係資金非常之充裕咧？不僅僅係資金非常充裕啦，咁而係同埋咧整個市場佢係對於傳統嘅呢一個法幣嚇，即係呢個信用貨幣咧，佢係質疑嘅。咁所以嗱。我哋而家見到今年出現兩個好奇怪現象咧。第一就係我哋見到市場升，但係黃金升嘅。咁你啱講黃金係避險啊，咁點解市場升黃金都升嘅係嘛？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最近呢一段時間咧，美元佢從舊年110、110下跌到而家97、96咁嘛。咁但係最近冇喐到㗎嚇，佢一直喺呢個趨勢線嘅下沿嗰度嘅，咁咧就守住96、97。咁但係咧，我哋見到黃金白銀加速嘅，不僅僅如此，我哋見到鈀金、白金。其他重金屬、銅類、有色金屬全部都喺度加速嘅，咁所以呢個就講俾你聽，就係話其實而家我哋睇到嘅美元嘅貶值，不僅僅係佢個匯率嘅貶值，因為匯率本身佢係一個交叉，相對於其他信用貨幣嚇，咁所以咧所有信用貨幣都喺度貶嘅，就係歐洲歐元啦嚇，呢個日元啦嚇，貶到冚冚聲啊，日元去到200，我覺得冇咩懸念㗎啦。咁所以咁你睇，所以咧美元反而佢相對於其他紙幣係冇變到嚇，但係佢嘅真正嘅貶值係體現喺貴金屬，體現喺加密貨幣，同埋體現喺呢一個其他嘅呢個工業商品入邊嘅嚇。咁所以呢個情況喺度加速緊嘅。咁所以如無意外嘅話嚇，我哋會見到呢個4000蚊黃金、50蚊白銀嚇。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新嘅牛市嘅起點嚟。咁嗱美匯嘅目標又即係暫時睇係幾多？係咪仍然都繼續喺你所講話96、97呢啲低位度會橫行一段長嘅時間？我覺得今年可能你再期望佢再貶10%，我覺得好難㗎，因為咁大一個貨幣係一個全球嘅儲備貨幣啦，咁同埋佢仍然喺外匯市場入邊咧，佢嘅交易係佔大概80%到90%㗎，佢係一個好重要嘅貨幣。咁所以咧，佢貶咗10幾個%之後，你再佢貶咧，呢個事情歷史上冇發生過。咁所以咁新嘅貶值嘅壓力咧，就體現喺呢一個美元相對於貴金屬啦，就唔係體現於美元相對於其他紙幣嘅貶值。
嗱，咁既然體現喺美元相對於貴金屬上邊，睇黃金啦，因為而家黃金大家都睇到嗰個升嘅勢頭相當之勁啦，一下破咗4000之後，琴日亞洲時段有再升過啦。目標睇幾多咧？因為啲大行係咁不斷咁上調目標㗎啦，最新最牛都睇到5000啊！洪浩覺得會唔會太過樂觀，定真係好快可以？太保守，係太保守。當然佢哋而家啱啱先升，我哋講5000嘅時候，佢都唔知講緊2、3千嘅啫。咁所以咧，我覺得太保守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覺得 double 再 double 應該冇乜懸念啦。咁即係大家喺嗰個資產配置上邊，即係除咗風險資產啦、中資股嘅配置要有之外，其實黃金嗰個比重係咪真係相應要增加翻先？係啊，我相信而家絕大部分人都係低配黃金。所以而家大家一上嚟就問我，而家殺4000蚊啦，因為從來都未見過4000蚊嘅，係嘛？即係歷史上人類歷史上咁耐，從20幾蚊升到4000蚊，大家都問下你可唔可以買啊？咁所以證明咧就係好多人都未有開始買。雖然大家可能有啲黃金股啦，因為有啲黃金股而家都升得好勁啦。咁但係真正喺資產配置上邊有黃金嘅人並不係咁多。咁所以我相信如果未有配置嘅朋友係應該即係見到有回調嘅話係繼續去增加呢個配置。比例上有冇話建議其實幾多？比例上起碼10%以上，起碼。好，咁大家可以諗下，因為黃金個升勢可能未完啦。好，咁呢一節唔該晒洪浩嘅分析嘅，同你傾到呢一度，非常短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啦。